為咗儲錢，你可以唔出街食，日日都係帶飯返工。你可以六親不認，朋友嘅聚會唔去，就係為咗儲錢。但係儲錢如果有以下我講嘅5大錯誤嘅話咧，咁你每100萬嘅財富過咗10年之後，就自動冇咗26萬，真係好似其他網友咁講，不如而家享受咗佢，食咗佢就算數啦。一直辛苦儲錢嘅我，都花咗好多年嘅時間，先至發覺原來通脹係咁犀利㗎。越係隨心隨意、慢條斯理咁儲錢呢，蝕錢嘅速度原來就越快喎。今集嘅內容最適合一啲覺得自己儲錢都已經幾辛苦，但係成效仍然唔顯著嘅人。如果你都希望自己嘅財富係可以抗到通脹嘅話，咁有啲乜嘢進階嘅儲蓄技巧你要知道啦。第一個儲錢嘅錯誤就係你淨係識得慳細數，但係唔識得控制住啲大數。自己睇下自己部手提電話究竟值幾多錢呢？最近嘅一次優惠入邊，你又無啦啦使多咗幾多錢呢？近排咧就有呢個新聞顯示啦，港人咧每一次去日本咧都會豪花超過14,000蚊嘅港幣，仲要係人頭計算喎，即係話每一日咧就花費2000蚊嘅港幣，屬於全球最高。你唔好以為去日本嘅人少啊，2024年嘅頭11個月咧，遊日港人已經係超過240萬啦。即使唔離開香港，大家越嚟越注重自己嘅面子。講緊嘅呢塊面，可能係醫學美容，又或者美容嗰方面。原來2022年嘅報告已經指出咧，每個客戶一年咧係平均使成13,000蚊嘅港幣。而我當時咧就比較中意使錢喺一啲科技產品度，例如買下手機啊、相機啊咁樣，啲錢咧就白白冇咗啦。所以咧，我當時都諗出一個方法，就係將呢啲我預想到嘅大額消費除翻50蚊一日，咁我就發現咗原來使少咗一嚿大額消費，可以為我自己帶嚟多260日嘅每日多50蚊嘅快樂。咁呢260日我就可以自由啲，唔使擔心自己飲多咗杯咖啡，又或者出去見多咗次朋友啦。第二樣嘢，你嘅儲蓄一啲系統都冇，坊間有好多雜亂嘅資訊，令到大家以為夠錢咪就係將佢放喺銀行入邊。如果有高息就做下銀行定期，但係如果冇嘅話，就由得佢算數，慢慢咁儲啦。你有冇統計過自己其實都有好多戶口啊？有啲人唔記得咗自己仲有強積金儲咗錢喺度，保險呢又有另一嚿錢喎，銀行戶口又有幾個？其實加加埋埋可能咧都有100萬喺入邊㗎。呢一張圖咧就顯示咗，如果每年只係得3厘通脹啫，你籠底入邊未俾你發掘同埋攞出嚟管理嘅錢呢，就會逐年咁蝕通脹。經過咗10年之後，就蝕26%。咁如果時間再耐啲，又或者本金再大啲，唔係淨係得100萬咁少啦，咁就恭喜晒啦，通脹又食咗你嘅錢啦。儲蓄有分唔同嘅類型，包括你有嘅應急資金，而家嘅活期資金，俾將來用嘅錢，包括你嘅旅行基金，又或者係退休基金等等。而你唔同將錢嘅分類方法咧，都應該要有唔同嘅戶口裝住呢啲錢，因為佢哋嘅錢生錢嘅速度啦、性質係唔同嘅。就係講緊大家經常驚嘅一啲高風險投資，就唔應該放喺自己嘅退休基金，又或者而家嘅應急基金上邊。再講到呢一個儲蓄嘅錯誤，第3樣嘢咧，就係大家冇辦法將一啲儲蓄自動化咗佢。其實而家咧科技日新月異，有好多人咧都冇辦法將自己份糧咧係自動咁樣咧過數入去唔同嘅戶口，並且咧係做到自動儲蓄。所以大家咧其實如果係真係已經儲錢儲到冇咩心機嘅時候，不妨放慢自己嘅腳步，睇下自己係咪喺儲蓄系統上面出咗一啲好大嘅錯誤，因為呢啲嘅陋習只係會令到你嘅儲蓄越嚟越辛苦嘅啫。第4個儲錢儲得唔夠多嘅錯誤，係因為你自己嘅藉口太多，可能喺呢個社交媒體同你講，你而家儲唔到錢係正常嘅，因為你有父母要供養，因為你有女朋友要湊，因為你有隻狗要養，因為你嘅小朋友等住你俾奶粉錢。咪住先，我都係公屋出身㗎喎，嗰陣時健康又差，揾個有錢嘅男朋友都冇喎。咁其實呢一啲唔公平，點解我自己又可以接受到？點解我又會咁正面咁樣面對呢？
唔單止係我，其實好多網友之前都有講過，我唔去旅行嘅，其實咧都係自己帶飯翻去公司食，每月嘅儲蓄比率可以去到50% 以上，一年可以儲到27萬。跟住竟然有人咒佢，喂，跟住患病瓜咗，人生係冇意義嘅喎。有人就話儲錢要唔拍拖、唔結婚、唔生仔、唔消費先得，但係都有低薪一族走出嚟講，每個月儲到8500蚊係50%噶咯喎。咁有人就笑佢啦，你唔使俾家用咩？有人甚至笑佢唔使叫雞咩？好多個觀眾自己嘅留言，佢自己嘅財務自由嘅一個例子，係一個好好嘅經驗講俾大家聽。係嘅，10萬樣嘢咁難，但係一樣有好多人做到咯。咁呢啲嘅留言咧，其實亦都激發咗我咧，即係繼續去寫我嘅 newsletter 才女私房菜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可以喺描述欄下邊嗰度去訂閱嘅。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發覺我喺呢度 YouTube 講得越嚟越多誠實嘅説話，甚至係我自己嘅一個儲錢啦或者投資嘅經驗啦，其實已經越嚟越多人係會見高拜見低踩啦呢啲嘅情況啦。咁所以就喺呢一個私房菜入邊，我希望係同大家講更加多我自己真實嘅經驗啦。2025年我將會投入更加多嘅時間咧去做自己嘅固定收息課程，同埋咧呢個收息攻略私房菜。雖然咧我知道咧已經有唔少嘅內容啦，但我仍然都會想繼續出俾一啲咧真正支持我，同埋咧係有心學習嘅一啲粉絲啦。咁因為始終影片咧都係一啲好滯後嘅內容啦。咁而我亦都知道咧有好多嘅粉絲係問我有冇 group 啦，有冇其他嘅學習資源係可以做到啦。咁所以今年我都好想同大家繼續 focus 喺一啲更加進階嘅內容，但係進階嘅內容放喺 YouTube 度講啦，就會俾人踩啦，同埋會俾人誤會咗呢啲係一啲好簡單嘅投資，結果就損手爛腳。所以大家歡迎免費訂閱呢個私房菜啦。最後一個儲蓄嘅錯誤就係只係將錢嘅價值鎖喺紙幣度，而唔係其他值錢嘅嘢度。不如就講下咧，大家成日都喺度講緊嘅金啦。有好多人咧都話女仔嫁嘅時候咧要有金珠仔啊，或者儲金啊呢啲等等咧，都係一啲傳統而且真係實質嘅智慧嚟嘅。呢一張圖顯示咗大家每個月儲2000蚊港幣去唔同地方得出嚟嘅最終變化。講緊嘅係2000年到2024年共24年嘅歷史。如果大家好似藍色線咁樣，將啲錢每個月都儲喺現金度，同埋逐少開始做定期存款，最終得到出嚟嘅變化，大概就係可以賺到10萬蚊左右嘅利息。總共24年內投入咗嘅儲蓄有582000。最終加埋利息之後，大家可以透過定期存款賺到70萬左右。但係如果呢一個係投資落金度呢，就唔同講法啦。最終大家可以得到200萬嘅原因，就係因為金呢嘅呢個增值速度比起現金再加定期存款都仲要快。但係如果你問我金係咪永遠都係咁樣嘅上升趨勢，咁就當然唔係啦。每一樣投資都有高有低嘅時候嘅，但係的而且確呢24年嚟講呢，金就跑贏咗現金再加定期好多啦。而最終綠色線呢，就係大家都一直成日聽嘅指數基金啦。美國嘅指數基金呢，係的而且確係呢段時間表現得相當唔錯。但係大家有冇睇到2005年至到2015年，佢比起金嘅回報都仲要低。同埋呢，由2015年到2024年，其實你冒嘅風險都幾大，但係呢，比起金其實都唔係相差好遠嘅啫喎。咁作為低風險投資者嘅你，係咪應該盲目跟從出邊坊間所講，就咁投資呢一個每年所謂有7至8厘回報嘅美國股票就叫做好嘢呢？最後大家睇下呢條藍色線啦，有人會話其實咧，即使用定期存款都有增長啊，咁但係呢個增長原來咧係抵唔過啦國際嘅呢個通脹嘅情況㗎喎，因為除咗香港嘅通脹情況比較低之外啦，喺歐洲啦甚至美國啦可以高達9厘嘅通脹咧，大家嘅財產追唔到。千祈唔好將自己嘅錢咧用呢一個香港嘅通脹去比較。因為你嘅錢對比起世界嘅錢嚟講，仍然都係貶值緊唔少嘅。
所以如果你自己嘅年收入又或者儲嘅錢係特別多咧，咁呢一類人就要特別注意啦。因為之前咧匯豐咧都有做過一個嘅研究，就話咧其實香港嘅百萬富翁咧平均嚟講都有咧3至到4個唔同嘅收入流嘅。咁即係話，除咗佢哋嘅正職真係賺得多，又或者賺得中等都好啦，佢哋都會有其他唔同嘅收入來源。咁其中一個收入來源咧，我就會話係收息啦。今集嘅內容又係咁多，如果想訂閱投資才女私房菜嘅朋友仔，記住喺下邊嘅呢一個描述欄入邊去睇下。希望之後喺 email 入邊一直見到你，記住訂閱同埋 follow 呢一個頻道，千祈唔好錯過一個禮拜只有一條嘅穩健投資日日收息更新。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